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讲到南投县五池乡，客家印象清慈美，帕如日月潭、凤茶，通过贴拍的原住民手作文化。不过，在五池13村当中，有一只客人将美摆上的传统客家庄五上村。五上的客人在100多年前都也只个开垦，中度的也乃如看得到白公庙，还个唐讲是南投县清早有的移民庙。日本书的日月潭提做发电工厂，五上交通方的位也又非常重要，还有轻便茶路，上早是得讲非常闹热的。不过谈论交通发展，五上的 TV 原来也无按重要的。人家乡亲开始想要重现上早的繁荣，利用当地丰富的生态资源同客家文化，打造客家生态村。来看林秋玲采访的报道。府面河嘅水域渐渐随风流通，水都嘅土壤食材罕降，日月潭嘅富冈山色渐渐当下热。会在南投县五池乡嘅日月潭系关于有名嘅旅游景点，除了有少数原住民之外，五池乡民大体系对福建种植、产酒类嘅好农民。不过五池13村当中，五上系唯一嘅客家村。五上以做很多茅铺啦。以做人都讲茅铺做嘅也係五上。茅鋪嘅時間呢，以做太體同一啲苗栗、石潭、太湖、公館，新竹咩有客家人就佔有北上嘅那個人口啊呢。嘿，相貌啊，以前專門種相貌。你啱看得到嗎？冇了，切睇的，專門種相貌，一菜就多錢。啱啱嘛，我就一個呢。行人南遷到列咗培國山區，未帶來的形容。140年前，我哋莊中有4個紳士全部一個像猴，一個像韓國一個像羅，一個像鹿。你40代入邊開墾嘅時節啦，感覺講水土又唔合，又條擺啲土匪又侵奪。安樣，結果當多轉去新竹嘅新婦，強令佢轉去。上開始是係直接冇了，改良是按照移民廟，保每村民長就強來關心地區。但是大家沒想過，關心地區佢太個地動往出一半關心地區了。移民也說本應跳到順浪嘢。安樣20多年前，我哋都美人那個開飛啦，個關心地區那西藏嘅當輩，含。介到3關太低啦，天上聖母左先30歲當不上去，喊啲下輩純粹去還本，移民也講嚟，加個半米去還嘢。喺唔安田嘅環境當中，信仰大部分村民安田嘅力量，除從係客家總督萬乃看得到嘅白公下，係那見證咧總頭開發嘅歷史。財聽人講，五上村有10個間白公廟，大間都當做特色。從係啲日3支線公路走行順2條高台嘅橋燈榕樹下，除咗一件就建築200年歷史嘅白公下。條擺做20條蹲落去，做嚟拜拜天做嘅白公廟，來開墾了後，都較賺錢嘅，有咩保護嘅就較賺錢嘅，做裝嘅人嚟嘅父母嚟嘅裝做嘅。個較賺錢，做雕個寶箱，細細隻嘅寶箱，做安尼，做也10年嘅都也相同，同步嘅幾個白公廟做安尼添。來到蓮花塘，已經看到山那表達嗰個花神橋，咪係村民為到橋平安起嘅。較早是30條頭角呢呀，大家嘛攏佇遐擺安尼，然後這間起好，再調金線安尼啦，金線調了後，隨山講要甲土地公帶一個某唔好啦，這個調一尊來做伴呢啦。還有2錯留守嘅寺廟，18人向露天地充滿古樸味。
庄啊，托你讲，啊，这三粒石头地基主，挂丢啊啦，阮年节阮嘛拢有来拜啊，年节嘛拢有拜啊，哈，就这过什么讲，托你讲生啊啥，我拢有来拜啊，啊，若像咧神明生啥呢吼，我嘛拢有来拜啊。强荣富士北宫进宫界，还有中头入口嘅合拼桥，老对面嘅进宫庙。入口北宮啊，嗬，亦睇愛向人撞度嗬，因為也免當做係火配，也因為火配行變蓮花堂兩方面嘅人嗬，啊同啲來樣拜一個合現強嘅北宮。哦，哎呀，過來都有一鹽公廟，鹽公廟嗬，愛向水面，向水面時就佢要保護嗬，看嗬，都像人哋木柱強款啊，看嗬有發現入來時間嗬，佢就要看到啊呢啦，係。此前面講，羅祖公攞嚟開闢，除了飲到嘅骨骸集中強下，係只見進公廟，公園過節初一15都不禮拜，祈求保佑眾都平安。五上村為財五區鄉400方，地玻璃老年嘅探事件，4片頭到水里係東涌繞嘅交通點。今日頭至3日線走起就輕片岔路是東鬧熱。一條路沿但是擎天岔路，擎天岔路就係講對茶堂，出透到玻璃。啊，做嘢擎天茶路都條白栴樹一個糖啦，嗬，啊個一條嘅農產品一條嗬，你擎天茶路，啊一條日本時代時間也派出所都有嘅，佢下前後面就有一個派出所嘅，啊一片嗬，就也可能中槍一片，也得做個條白嘅熄火場嗬，就完全就靠呢條路啲出進入業，將要按多人啲上下，將要。組織嘅離沙啦，嗬，也有個緬甸嘅啦，嗬，很精密數啦，嗬，哎呀，就啲兩村要寫出嘅東西，就也蠻可以出貨啲。早先日本人定義嘅探進行發展工廠，未帶同一隻交通重要維修，甚至hand住改良是雜住嘅工橋面。係呀，從一個小茶條樣嘅。啊，原來都有下茶了後，啊也俾有個口符，啊種嚟用兩個人講，嗬，啊幾個人坐下口檔，啊種沿一個神仙嗬，啊跳到日月潭啊嚟，哦，也過日月潭，從前那天差唔多4公里左右嘅。北美發展工廠就好，公路開通過後，五上交通體位天嘅摩托，咪慢慢嘅沒落嚟。唔過解了是日本人對沿途專業阿薩姆風車來做，就也湊出嚟5次風車嘅體位。講啊，5上嘅風車最好啦，最有名啦。哦，紅玉咪先好食啦，吼。等於你下隻嘅去買。呀，紅玉。又係紅玉啊。18號嘅。一年值幾多多？就6多。日本人拿過來種，基本係台灣全線，哦，來種人咧嚟風車，高位嚟試種。種啊嚟了後呢，佢就拿咗呢本嘅日本嘅田房嗬，實看下嚟嗬，哦，結果日本田房嗬，佢就最愛食人五池鄉嘅風車。這有到位，兩隻手都有掛，按緊隻嚟去。一心兩腳，一天就冇隻香草。這位品質真袂強，茶真袂好食，啊水真行嚟睇。那假一皮呀，係安尼起頭啊吼，就唔會行唔會睇，也一天愛真冇下。自稱就炒梅，渣渣少個當家，唔是結叫數雜嚟櫃台雷公。唔看人哋做工一辛苦嘅呢，做咗一身太汗呢。英語我咋幾叫啊？啊，英語執看啦，看差啦。英語那講可比講，像條橋安尼吼，上下要加班。今年嘅時間差唔多係個40、50年前，
哦，家下一奉茶吼，当好家，一斤茶墙吼，差唔多做得满到差唔多9万元10万元咧。稀土警员讲，唔上回拍6、7、8公尺，平均是土85%，上沿平均温25度，中风差最适合。该流水总度8上5个亿都中风差。条摆5上村吼，看起来都满山遍野，3条种嘅中风茶，有存到较起嘅，无法度种风茶嘅吼，人气较唔起咧吼，咱无种，咱要种竹笋啊，种梅啦吼，安尼种物，无吼规片咧吼，拢种风茶。报每日为公千亿，风茶贵重节呢，品质变蓝，价是未讲大。当农业出贵重其他高经济作物来平均收入，风茶嘅好讲见从冇咧。不过9年之提通过后，地方人士开始向外迁转，挑过为翻发。两到年内，风茶长久个开始停嘅发展起来。看伊按样，咱地讲有走啊无走，你托嘅太奇过嚟吼，看到天神变伊嘅，你托嘅太奇过嚟，看下咧，要车得伊啦，清车安尼都代表讲其他米有走啫。风茶品种里摆吼，较有名嘅品种，佢都还有阿萨姆品种，还有台茶8号，还有台茶18号，也有新种嘅吼，台茶21号，做风茶，主要做风茶嘅品种。五张村系5套面积最大，不过人口是最少嘅一村。老其他综合群众，人口老化、流失嘅问题，同冲击嘅2只社总头。不过200个总督嘅主心人，未开始成为改造五上村。条摆生意嚟讲吼，只青岛呀，黄个啦、下工啦，那条青岛，也本身也出青葱嘢嘅黄个都用台湾吼，铁油嘅啲黄个都3年嘅，咧一般咧喊名都马口鱼啦，本身一条河巴吼都有3年嘅，塞饼咧，咩有下工啦，叫古刀嘅。個也河流，也咩咧寒潭呢度康嚟。五上村就東夫婦嘅生態資源，總督嘅蓮花塘研究中心，還嚟就當到特別嘅物種。生物多樣性當道，不管你看植物也好，也看昆蟲也好，看鳥也好，也看一條蕨類啦，一條林樹材，一大有。蓮花塘面積是160至公頃，天然林上繁殖，野生植物大約600種，還有幾十種珍稀植物。最特別嘅係，兩位種全球兩位長洲嘅林形蓼草。它是寄生在根部嘛，你看到嘛？給它健康嘅搭邊嘛，健康當然也有補一啲，但都有啲也是都有吼，人都會來看下東西。為啥叫？它時間不會很長，才1-2個月，1-2個月起佢都枯萎嘛，要找汰。就係嗰陣嘢，佢如果有時間嘢，藝術嘢有嘢，佢不過長出來。看起來東大眼嘅林形蓼草係大花草科，寄生地水科而行，因為出區數量東少，本應列做嚴重瀕臨殲滅嘅物種。除了之外，還有當到用蓮花塘按名嘅鐵柱物種。因為做青蛙人來講，佢這邊物種很多，有23種，一旦忙發表係2種，係25種。但最特別咧都是樹青蛙，樹青蛙對蓮花池來講，是一個很珍貴的地方，因為台灣出沒嘛，它的聲音就很特殊，即係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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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也有丰富嘅生态对五乡村都重要嘅资源。沙庆因此希望做啲结合客家老生态，向客家生态村嘅目标前进。但係貓要上我做去啦，當然也啲嘢地方人都講，貓想辦法講，也要自己轉來，貓愛有本人能夠落根嘅地方啊，哦，冇講險佢講佢轉來，佢要做乜嘅，貓冇下圖啊。建築嘅資源為整合，特色為打造，產業為連結。五鄉有着繁花落錢嘅西山上，當地嘅簽先生記，希望透過嘅好工藝，做得高重現。